一个程序，在每一个程序当中，我们要再次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彰显。愿主你祝福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刚刚有一起读一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记载在但以理书。但以理的那个年代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国家的一个低潮，不仅是国家的一个困顿而已，可以说是完全到谷底了。不只是困顿，是完全到谷底了，而且非常的糟糕，糟糕透顶了。因为国家开始被巴比伦侵略，国家开始遭受到很大的困难跟挑战。而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深受其害的是一群青少年，一群年轻人，他们深受其害。我们刚读到的圣经当中，我们有一起读到这一些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他们是年轻人。如果以当时的推算来讲，他们可能大概是只有13岁到17岁，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国中到高中的年纪，所以他们年纪非常的轻。年纪轻轻的，他们就要面对他们的国家没了，要跟家人分离，他们被抓到很远的地方去。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好像没有未来；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特别要落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国家，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想这个跟现在的处境有一些类似。当然，我们没有面对什么家破人亡或是这么大的困境，但是时代的变迁、时代的变动，我想不仅是青少年要面对，对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来讲，我们也是在面对非常多新的资讯，非常多新的一些新的媒体，很快就进来，我们要不断的去适应，我们要不断去面对冲击，我们要不断去面对选择。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你愿意将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一个人，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如同但以理，就算被抓到远远的地方去，他在那个地方，他可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怎么选择？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今天是青少年主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天，礼拜六晚上7点，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我们都一群的青少年，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小组，一起游戏。在这个每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愿意。其实有一天我非常的感动，有一天是下雨天，而且那天下着雨，下雨天。但是我却从这边敬拜中心要走到对面教育中心的时候，我却看到有2个年轻人，手里还抱着篮球，满身大汗，还下着雨，跑过来要去聚会。我心里很感动。哇，在这个时代当中，还有这样的年轻人愿意，他可能前一刻在打篮球，在做很喜欢的事情，但时间到了，我要来聚会。我想在每个礼拜六晚上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也不能帮助这些青少年，真的他们可以在人生的方向，好像帮助他们做很多的选择，好像帮助做很大的决定，或者是帮助他们好像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唯一有的可以给他们的，唯一可以给他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跟不一样的选择，在这个信仰当中帮助他们可以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想这个也不只是一个青少年群体的一个责任，跟青少年团体在追寻的事情。我想这更是我们整个教会一起要追寻，甚至是一起成为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鼓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想当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去爱护这些青少年，非常的去鼓励他们，非常的去帮助他们成长。我想他们会在这边找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找到一个跟在外面的学校、跟外面的社会、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的生命。我并不是说外面的世界不好，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学习，我们还是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我并不是说外面的生活不好，而是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找到另外一个方式，帮助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找到一个他们生命所喜爱的，他们生命所渴慕的。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诗歌，那个诗歌说：“谢谢你拣选。”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青少年，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我们都是被上帝拣选的，我们都是被上帝拣选在这个地方，为的是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我想，既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更重要，我们就想，我们这个器皿，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青少年有青少年该做的事情，他们可以服侍，他们可以歌唱，
他们可以带营队，但每个弟兄姐妹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为我们教会的儿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鼓励。但我可以也帮助我们去思考，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更多的什么，使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不同的世代。这群的年轻人跟我又活在不同的世代，他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的年纪已经是他们的2倍更多了。但确实也是，而且认真算一算，现在年纪最小的12岁，如果我早一点结婚的话，我应该有一个小孩，可能就12岁了。所以我这个世代跟他们那个世代，其实又有点差了。好，更不要说我们已经有些当爸爸妈妈了，我们有些当阿公阿嬷了，哇，跟这些小孩的、跟这些学生的世代又差了更多。有时候我在问他们流行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我问他们流行的东西是什么，下个礼拜又换一个新的了，好，下礼拜又换一个新的，好，过几天可能又换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歌、新的团体、新的舞步，永远跟不上新的东西。所以这个时代变动得非常快，特别在1995年到2012年出生的，他们被称为叫做 I 世代，他们被称为 I 世代。这些 I 世代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 I 世代的人，他们有一些特质。他们对旧的权威体制他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尊重。OK， 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的家庭结构、他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他们对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不同的意见，他们有很高的接受度。但他们又不急着生活，不急着独立生活，不急着独立生活也不急着当大人。OK，这群的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也不爱出门，他们也不爱跟人面对面聚会。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呢大幅的增加。可能会非常敏感，对于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对于自己的人生会非常的注意。这个世代人普遍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比较不安的状况，可能有很多烦恼的事情。这个世代的人，他们也不再只是为了自我实现，也不再只是为了理想而工作。你认真来看，在这个世代的跟你自己你自己想你的世代所产生出来的特质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而且在这个世代当中，一出生他们就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以前没有的，叫做手机他们一出生就有网络了，一出生就有手机了，一出生就有习惯这个资讯非常快的时代，可以接收非常多新的资讯。所以我说，一个礼拜可以换一个新的歌，一个礼拜可以流行一个新的东西，不无可能，甚至几天就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时代太快了，时代太快了。很多的资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对的是错的，有时候好像也很难分辨出来。有时候好像也很难分辨出来。特别这个世代，我想我们也同感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时代不是世代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都不太喜欢阅读了。我们不太喜欢阅读了，我们也都喜欢花时间上网而已。我们现在看电影不用2个小时我们只要5分钟就讲解完一部电影。我们现在看一本书也不用看，有人帮你整理好书斋就看完了。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虽然很方便，但是也却造成我们很大的冲击。现在很多实体书店也收掉了，只剩电子书，这时代很大的改变。当然这是这个整个社会的改变，但在这个社会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冲击了我们的信仰，也冲击了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但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有怎样选择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呢？我们今天从但以理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主前606年，巴比伦他们进攻耶路撒冷，进攻犹大国。于是发生一件事情：当他们攻进耶路撒冷之后，我们经文有读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器材都被拿走了，都被拿到巴比伦去。于是，原本非常可能强盛，有很多年轻人、很多人才、很多资源的犹大国，什么就没了。而但以理原本他是一个很贵族的身份，读经文刚好读到，他说这个太监总管从贵族、从有权势的家庭当中找一些年轻人，
所以但以理原本可能是个有钱人、贵族啊，但却没有想到变俘虏了。而且他从年轻到年老，10几岁到了80几岁，他都一直在巴比伦的地方度过。所以你看，原本一个哇，好像很青春洋溢、很有活力、很有创意的一个年轻人，却被掳到世界当中，而且掳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犹大国失去了现在的领袖，失去了资源，他们的器具被拿走了。更惨的是，他们失去了未来的人才。他们失去了未来的人才，于是犹大国最后只能走向一个灭亡之路。我刚说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还有这一群的年轻人，还有这一群的儿童，还有这一群的青年，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一起的服侍，可以在教会当中一起的玩乐。我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一群的年轻人，我想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你想想，如果他们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在外面玩乐。他们现在选择是在外面，你可以想看看，我们的教会过了10年、20年、3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想想这群年轻人的生命，当他们没有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当中被栽培的时候，20年、30年，他们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也一起来想。如何帮助这些年轻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说，虽然今天是青年主日，但是但以理所遇到的问题，青年的但以理所遇到的问题，也如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每天都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价值观很混乱的社会，文化很冲击的社会，甚至是信仰不断被挑战的一个社会。我们也是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但我们可以如何的去面对？我想，但以理他有遇到3个困难。其实也跟我们现在每个人所遇到的很类似。第一个，但以理他遇到的是什么？他最大的困难，第一个挑战是他被俘虏到异地去了。他被迫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被迫到一个他必须强迫被学习、被改造的地方。第二个，他的困难是什么？他的文化观念被冲击了，跟他过去想象所学习到完全不一样，进到一个大染缸里面，完全不一样。他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他的信仰价值被挑战了。他的信仰价值被挑战了。刚刚读到经文说，那个王要他吃肉，可能是祭拜过的肉，可能是那个酒。信仰价值被挑战，我吃不吃呢？不吃呢？我到底做不做？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但以理所遇到这个3个问题，我们一起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样回应的。我们也看看但以理在回应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第一个，但以理为什么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他虽然被俘虏到异地去，但是他仍然有天上公民的生活。但以理虽然他被抓到遥远的巴比伦，但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他说主准许了他俘虏约雅敬王，夺走了圣殿器物的一部分，他又把俘虏带到巴比伦的神庙去，又把夺来的宝物存放在神庙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他的太监总管亚斯比拿从以色列的腹中选出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青年被带走了，而且是贵族的青年，代表是可能他们是高知识分子，可是原本是那个上流人士被带走了，没了。而且他们被迫迁到异地，当然你必须要去面对亡国的痛苦，他也必须要面对异地的生活，而且未来也不知道在哪里。他未来不知道在哪里耶。虽然说我要去巴比，他可能知道我要被抓到巴比伦，但是他不知道巴比伦的生活如何。他生命可能要面对很多要抉择的时刻，他生命可能要面对很多要抉择的时刻。刚说他到巴比伦，他可能要选择：我要不要吃这个肉啊？我要不要喝这个酒啊？我要不要跟这些巴比伦人相处在一起啊？他们的有的一些坏习惯、不好的言语，我要不要学习啊？对但以理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生命要抉择的时刻。但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为什么他仍然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仍然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礼拜1到礼拜5，礼拜6跟礼拜天是完全不同的人。礼拜1到礼拜5，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学们，我跟我们的同学每天就是打打闹闹，吃吃喝喝，玩得很开心啊。礼拜六、礼拜天，我有同学说我要去教会，我同学说啊，你是基督徒哦？啊，他们在跟我讲你是基督徒哦，所以呢，我又去教会啊，我都去教会。他说啊，你这样是基督徒哦？你知道，在一个人虽然我们都在教会当中，哇，很美好，很棒啊，哇，这个很棒。但是当你真的实际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的职场，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任何的地方，你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冲击。我在学校可能有一个样子，我在职场可能有一个样子，我在家庭可能有一个样子，我在教会可能有一个样子。我们生命有很多要抉择的时刻，要不要？要不要？到底什么对才是错的？别忘记，他也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他永远没有忘记他是天上国民的身份。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20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保罗说啊，虽然我们是地上的，我们都是地上的公民、地上的国民，没有错，但是更重要，我们一个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在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的国民。若忘记了这个身份，若忘记了我们一个这个宝贵的身份，很容易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选错边，你很容易就不小心陷到那个里面，以至于没有办法让人家看清楚，哇，你的信仰如何？没有办法让人家看清楚你所相信的是谁。我想但以可以很清楚面对这个被抓到异地，但是他能清楚他的状态，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目标是什么，他很清楚自己知道他的自我身份是什么。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他有找到好朋友成为他的支持鼓励，他有找到属灵的好朋友成为他的支持跟鼓励。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他也很清楚知道啊，他知道我虽然被抓到那里，但我的身份不变，我还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我还是上帝的子民。但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但你为什么还可以继续保持在那个异地当中？他找到一群属灵的好朋友。我并不是说外面的朋友不重要，我不是说学校社会的朋友都不重要，这些朋友都很重要，他帮助我们成长，也让我们学习。但是更重要，为什么我们回到教会当中找朋友？为什么回到教会当中找朋友？为什么在我们的牧区、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团契当中，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找朋友？重要是这些朋友，他可以提供你在属灵上的帮助。为你祷告，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祝福。但你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个难过的过程当中，被抓到异地，未来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他有另外3个好朋友跟着他一起，与他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一起谨守他们的身份，很清楚知道啊，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啊，你有困难，我跟你一起祷告。啊，你有难过的地方，我安慰你。我想这是但以理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在那个非常混乱的环境当中，他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他很清楚我是谁，我是谁。他也很清楚的找到，我需要有一群的属灵的朋友，我需要一群的好朋友，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扶持，一起的帮助。我很鼓励这些青少年朋友，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他们可以找到一群属灵的朋友，他们可以找到一群属灵的朋友，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帮助。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在过去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现在还是很年轻啊，现在是很年轻啊。在过去跟他们年纪差不多的时候，14、15岁的时候，我有一群非常棒的属灵朋友，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歌唱，一起玩乐。到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到外地工作了，很多人在其他地方有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属灵当中，我们非常好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还是互相的祷告，互相的通知。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特别在你面对不知道该如何决定，不知道谁可以帮助你的时候，这群人永远会是你最好的帮助跟支持。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这群年轻人最好的朋友。我想不仅是这群年轻人他们在当中找到好朋友，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我们要成为他们祝福的对象，成为为他们鼓励、为他们祷告的对象。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带领他活出一个不一样生命很重要的。所以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他还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凭清心祷告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信心和平。
我想也不只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情况当中，我们都有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跟你一起同心度过的？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跟你很清楚知道我是上帝的子民，遇到这个困难我们可以一起怎么做？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群人帮助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第一个，我们看到但以理为什么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他在那个文化冲击，在那文化观念的冲击当中，他的心意仍然更新变化。但你仍然在那个过程当中，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刚读的经文，巴比伦王他说，这些青年必须是没有残疾、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的，才有资格在宫廷服务。亚斯比拿要教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王也下令要每天供给在宫室中所享的食物和酒。这样训练了3年之后，他们要在王面前供职。我们看到这群人被抓去，不是当奴隶耶，他们更在巴比伦王的眼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训练他们。教他们巴比伦的知识、巴比伦的学问，让他们吃巴比伦的食物，目的是为了要改造他们，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做一个改变，不再想念过去的事情，不再想念过去的家乡，不再想念过去的信仰，把一切都抛诸脑后。唯有想的是啊，现在真好，我在巴比伦好好啊。但是但以理他在这个地方面对这样文化很大的冲击改变，他唯有做的是他的心意是不断的改变。除了他们要学问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刚才的圣经没有读到。但你说的6章7到8节，经文这么说：在巴比伦王挑选的这些人当中，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犹太支族的人，这些是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们。但是太监总管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帮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撒，叫做沙德拉，叫做米撒，叫做亚伯尼哥，这都是巴比伦的名字。那原本但以理的名字，他的但以理名字非常的漂亮，叫做上帝是他的审判者。但是这个巴比伦人把他改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伯提沙撒，意思叫什么？愿比勒保护他。比勒是巴比伦的神。原本是上帝的神，原本上帝是他的审判者，现在变成是巴比伦的神要保护他。原本这个哈拿尼亚他是上帝是一个仁慈的，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把他改叫撒拉德，说我是害怕马杜的，马杜也是巴比伦的神，哇，对神很害怕。这个叫米沙利，他原本的名字叫做有谁可以跟神相比？谁可以跟神比拟？他的名字被改成叫什么？叫做有谁可以像罗达这个神一样厉害？罗达也是巴比伦的神。最后这个叫亚撒利亚名字原本也是很美，叫做他的名字是神所帮助的人。但是到巴比伦，他名字就被改成什么？叫做尼哥的仆人，也是他们巴比伦神的名字。你看，不只是他们的思想被改造，他们的所学的，他们的文化被很大的改造，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根都被拿走了，他们的信仰被拿走了，他们原本所喜爱的事情全部被拿走了。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王，他的改造计划非常的彻底，年轻人被带走了，跟家人、跟家庭全部都分开了，而且被浸泡在巴比伦的学问跟思想当中，名字也没了。同时，他们脱离了对上帝的敬拜、定期的敬拜，对于上帝的、对于圣经的教导，完完全全的离开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当你发觉，我们每次离开教会，你回到你自己职场也好，回到社会也好，回到家庭也好，回到学校，回到任何的地方，你会发觉有非常多的冲击，你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挑战，有很多文化观念上面你可能要去适应的。但是，但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所选择的是他的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然后，当你看似好像在一个新的环境，就来到巴比伦，哇，学新知识我换新名字然后有新的东西可以吃好像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但是他却是活在好像事实上是很孤立，甚至活在一个试探当中。你想，这群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忠心在上帝面前吗？其实换过来想想看，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教会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你家里你有年轻人，想想看这件事情，你想想看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每天都必须跟这个世界对抗，他们必须跟这个世界对抗的是跟这个信仰很大的冲击，他们必须在信仰当中对跟不对
什么东西要不要做，什么应该不要做当中有很大的拉扯。我说这个世界很新，这个世界不停的变动。现在我们又开始要活在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东西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新的环境好像觉得很棒哎，但认真想，事实上会有更多的孤立感，事实上可能有更多的试探不断的摆放在面前。我想不仅在这群年轻人面前，也甚至可能在你我的面前。但我们可以如何继续的忠心在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我想丹尼可以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他在小事当中他可以忠实，他可以忠实的选择；第二个，他在大事当中他才可以更新变化。我们说丹尼很非常的小，什么样的小事？经文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吃这件事情？他怎么不记载其他事情？我每天都要吃啊，早上你要吃早餐，中午要吃午餐，要吃晚餐，有时候肚子真的晚上肚子你要吃宵夜，对不对？我们都要吃嘛。但吃好像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也是从这个小事情当中去看出一个人的选择如何，看出一个人对某些事情的忠心，对某件事情的忠实如何。但以理选择在吃好像很小这件事情当中，他选择了说啊，我不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于是，在这个小的选择当中，小小的更新、小小的改变当中，以至于让他在面对大事、面对在更大的困难挑战，他才有办法去适应，才有办法去更新他的思想。我们说但以理他从年轻16、17岁、14、15岁，一直到年老80几岁，他都一直在异地生活。你想一个被抓到异地生活，他怎么办法坚持那么久？他怎么办法在那个地方，然后还那么的坚守他的信仰？为什么可以？我想但以理在那边，他一定也还是学了很多巴比伦的学问，一定还是有在那个地方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一定有看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但以理可以不改变？从他年轻到年老，永远不改变，在于他在小事当中非常的忠心，以至于在大事当中，他可以不断的去更新变化。纵使有新的冲击、新的挑战，他也知道他可以如何的去面对这些事情。罗马书12章2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动，世界变化的很快，但是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我们要效法太困难了，变太快了，太多新的东西。唯有的是在这个世界不断变动的时候，我们也不断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去发掘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经文说我们要不效法这个世界，于是我们要在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原则当中去学习跟经验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信仰当中，不可能在教会里面教会你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要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的社会，回到你的职场去学习新知，让你的生命成长。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去分别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真实帮助我生命可以成长的，什么是帮助我的生命可以真实有所获得的。经文说得很清楚，在这个不效法世界的这个原则当中，让我们去学习，也让我们不断去经验这个世界。但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心意更新，不断的变化。而最后我们来看但以理为什么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特别面对信仰的考验的价值的时候，他选择决心靠主得胜。当然你在面对特别是信仰价值考验的时候，他决心要靠主得胜。经文刚如此说，但以理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于是他请求亚斯比拿帮助他，上帝使亚斯比拿同情但以理。如果你读和本的圣经，他会写但以理立志不沾王的食物跟酒。现在中文本他翻译说叫决心。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做一件事情，他决定在这样的环境变动，他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立志为你。圣经当中常常会出现立志这个字。圣经当中立志不是指说我们遵从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而是全心遵行上帝的话去做。圣经在讲立志是这个，不然我们人很容易立志啊。最常见的立志是什么？我要减肥，但是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情，因为我们随从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但是圣经在讲的立志是什么？是遵行上帝的话语而前进。但你说我决心不做这件事情，在于他一生当中紧紧的依靠神，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帮助。
生命当中最大的带领。我想但以理他可以面对考验，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他第一个他善尽自己的责任，而且他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他善尽自己的责任，他也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虽然决心不脏王宫的食物和酒，如果你有机会，你看后面的经文，你会发觉，但以理用另外一个方式，继续的让他自己可以在巴比伦的生活当中。你也看到，当但以理这样子立志决定的时候，经文第9节怎么说？他说：“上帝使亚斯比拿同情但以理。”当但以理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立志在神的时候，神怜悯他，帮助他。纵使在那个最混乱的环境当中，神仍然帮助他。所以，但以理还是善尽自己的责任啊。他们说：“我在那个世界当中，神啊，我不要，我决心靠你，那我什么也都不要做，那我就靠你就好。”不，但你还是善尽自己的责任，还是在他的本分当中努力的去做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依靠上帝的恩典，神就怜悯他，帮助他。我想，当一个信仰的价值面对考验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考验，但是重要的是，当你决心靠主得胜的时候，我想上帝会怜悯你，上帝会同情你，上帝会帮助你去跨越那些困难。腓立比书2章13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事。立志行事都是神都是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唯一一个目的是要成就上帝的美好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所以我想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于他决心主，我靠着你得胜。在那个变动这么快，在那个我好像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主，当我靠着你，主，当我靠着你。所以我想但以理我们看得到但以理遇到这么大3个很重要的挑战，他有不一样的回应。但是最重要的是，也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神选择立定一个新的心志。我们要为了神来选择立定一个心志。但你在他13、14，可能16、17岁的时候立定一个心志。我们在座很多人已经超过16、17岁、13、14岁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向神立定一个心志。神，我要靠主你来得胜。神，我要靠着你，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神，我要靠着你，我要一个心意更新。神，我要靠着你，让我要一生的来跟随你。但以理1章21节，在第1章的最后，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已经是波斯帝国了。但以理从巴比伦帝国一直经历到波斯帝国，中间可能经过了70年、60年、70年。但你可能从10几岁的年轻人，一直到了可能80岁、90岁的年发斑白的老人家。但是经文说什么？但以理还在。从年轻到年老的生命，经过了2个国家、2个朝代不停的变换，唯一不变的是但以理他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我想，对上帝坚定的信心，不是只有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需要的，也是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一个最关键的事。箴言4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经文非常清楚，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一生所做所行，都是由心所发出的。你的心是向着谁？你的心智像这个世界吗？你的心智是在这个混乱当中找不到方向吗？若你的心再次跟神立志，神，你是我一生的主，神，我决定立志靠着你得胜，神，我决定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想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新发出一个不一样的果效。因为上帝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今天是青年主日，也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年轻人。也祝福在座你家里有青少年、有学生的，祝福这些年轻人，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他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在过去陪伴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一点一滴慢慢的成长。
我看见他们一点一滴慢慢的在进步。纵使他们有时候服侍当中，可能还不是做的那么好，或许有时候他们也会问我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做。”他们会说：“啊，可不可以不要做？”他们说：“啊，当时我好累。”但是你仍然还是会看到他们说，隔天还是会看到他们还是笑嘻嘻的来，啊，还是很愿意的一起来。你会看到在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当中，他们可能跟你说：“我不要。”啊，我好累哦。啊，让我想一想，可不可以不要啊？但是却会发觉他们一点一滴的改变。好，我试看看。好，我不会啊，但就试看看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先来了。你看到这些年轻人开始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开始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不再只是觉得哎我没有办法，不再只是觉得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找谁。我想这个信仰可贵之处，我想这个一个信仰的群体可贵之处，在于帮助人学习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学习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成长，不断互相的鼓励，不断互相的扶持。我想今天的这篇信息不只是对青年而讲，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想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学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真的很不一样的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更应该表现出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生命。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也继续祝福我们的青少年，祝福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不仅是在这个时代成为祝福，更重要在下一个世代、下一个世代，他们继续成为祝福，成为光，成为盐。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无价之宝》。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你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有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是将大爱。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
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我们一起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学生来祷告。我相信上帝已经特别拣选了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他们的名字已经刻在上帝当中。他们还未出生以前，上帝也已经拣选他们，上帝也选定要使用他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为了这些学生，为了他们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们，也特别在这样的不一样的时代当中，很变动很快的环境当中，帮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愿神祝福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在接下来8月、9月，我们有许多的福音的事工，有许多的训练会，我们要开始来进行。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透过这些福音的事工，透过这些训练会，帮助我们的教会继续的成长，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样子服侍的过程当中，不仅是服侍外面的人，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得以提升。也为了我们教会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了心灵忧伤的祷告，为了身体病痛软弱的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使他们可以再一次也对主说：主啊，我要靠主你得胜。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3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祝福教会的青少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让一群的青年、一群的学生，在我们的教会，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成长，让他们可以在这里玩乐，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服侍，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主，这是何等美好的属灵产业！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奉你的名祝福这些年轻人。使他们在教会当中，在信仰当中，他们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成长，在服事当中，在彼此祷告、彼此联谊的过程当中，也使他们的内心也更加的火热，更加的渴慕。主要帮助这群的年轻人，帮助这群学生，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如同但以理一般。虽然在那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在那个很混乱的过程，但仍然唯有一个心志，就是立志要跟随主。主啊，祝福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祝福我们教会的这些学生，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选择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立定一个新的心志，让他们不仅是明日的教会，也让他们是成为今日的教会，成为我们教会最大最美的祝福。主啊，也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教会在8月、9月，我们许多的训练会，我们许多的事工要开始来推行。求主你祝福在这些事工当中，使用这些事工成为为信者的祝福，使用这些事工成为每一个服侍者、参与者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这些事工当中帮助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得以成长，使我们的教会也学习如何服侍。使我们的教会也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
主啊，也求你特别祝福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主，你知道他们现在正软弱、正哀伤、正难过、正困顿的事情是什么？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他们，亲自来扶持他们，亲自来鼓励他们。主啊，因为你是他们的牧者，你是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牧者，你必带领他们经历那个死荫的幽谷，到那个可安息的青草地上。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软弱的再次得着刚强，让那个原本在忧伤当中，主啊，再一次的可以变为喜乐。主啊，求你的怜悯就降下，你的恩典降下，在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求你再一次彰显你的神迹奇事，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也在这将我们的教会，将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也选择像但以理一样，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主，我们一生就是靠着你，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活出一个得胜，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